關於電子帳務方面咧，我哋都非常之重視咧電子網絡安全嘅問題。因為網絡安全，電子帳務一方面係方便市民，不過喺方便市民嘅同時，一定要首先要留意嘅係一個網絡安全啦，同埋個人私隱嘅保護。如果我哋只係為住追求方便，而係令到一個系統被人哋攻擊咗，被資料被人哋攞咗，咁呢樣嘢呢，呢啲損失係我哋承受唔起嘅。所以係我哋都講，有時就算一戶通，有時一啲上邊嘅一啲應用呢，好似唔係咁方便，有時要叫你眨下眼，一係又擘大把口等等呢一啲做啲動作，其實都係為住一個網絡安全嘅問題，一個身份識別嘅一個必要嘅動作。當然後邊嘅頭先你提到啲雲計算中心嘅建設啦，第二期嘅擴建工程應該明年可以完成嘅。雲計算中心嘅擴建同埋呢，將各個部門分散嘅一啲機房、一啲設備一體化、集中化管理，係雲計算中心呢，不但對嗰個使用嘅效率有所提升，對一個網絡安全嘅提升都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嘅措施嚟嘅。